新疆静默封城已经80多天，快进入3个月了，都1个季度了，待在家里想想都害怕。最近群里面开始收缴暖气费，很多人在群里开始发牢骚，有的人就连30元的菜包都买不起，开始赊账了。在静默的这2个多月里，有很多人的负面情绪都在直线的飙升，不是因为看不到解封的希望，而是真的扛不住生活问题了。真的不在于能走出去，而是在于每个家庭的经济压力。静默的是人，是家庭，是个体，是企业，是可以创造收入的工作和事业。而没有静默暂停的是房贷，是车贷，是生活，是房租费，是暖气费，是物业费，还有很多无法预知的疾病和危机。再说停下来的是生活，是生意，是收入。继续往前说，是每个人的吃喝拉撒的费用，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人做到了完全的服从和配合，说不出门就不出门。但是谁又去关注过这部分居家人员的生活状态？有多少人信用卡逾期？有多少人车贷房贷断供？有多少人并没有钱去拿药？有多少人甚至连买菜包的钱都要去赊账？这才是负面情绪飙升的重要原因。所谓说的物资充足和补助，有多少人拿到了粮油蔬菜包？有多少人拿到补助？有多少人减免房租？又有几个人能够拿出房租的发票？银行信贷上说的是可以延期，但是延期的部分解封后需要一次性的去还清，再办理延期还需要交纳新的手续费，这样本身就还不起信贷的人，更是雪上加霜。我热爱我们的祖国，更爱我们的大美新疆这片热土，可是谁爱过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提出问题，却要解决我们提问题的人，让他没有问题。我相信上面的惠民政策出发点是好的，是利国利民的，但是层层加码执行到老百姓这里，确实是变了味道。在静默的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一直都在用积极阳光的心态去配合社区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同样要用这种不消极的态度来反映和人民当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不会被禁言和限流吧，更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让这些惠民政策真正的能够落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里，真正能够做到良心和民心所向，回归他们本该原有的味道。这是新疆万民老百姓的心声。